今仔日我的思考嘛，愈来愈济，就是讲，若家己的想法有较靠展，有较开阔的话，就变做讲进步会足紧的。就是讲，以早可能眼光拢囥伫左右足细所在，拢想法拢足集中，而且嘛，就是想讲家己想要爱的，毋过无得着，拢是伫足细项的代志，安尼伫遐玲珑说，举一个例就是，就会想讲，因怎会无来问我伫咧公司的事，无来问我，无甲我尊重，因怎会，我拢无啥物朋友，伫咧公司拢会孤单一个，怎会，这会当问我拢知影，拢有遐尔啊济共款的想法，就拢伫遐，哪讲安怎讲嘛是讲，安怎想嘛是想着这，做无开阔的代志，行袂出去啦，就是讲软伫内底，愈软愈深，毋过空间嘛愈来愈矮。我想，我的思想是安尼。即摆呢，就开始有，开始知影讲，就观察即个现象，而且即摆嘛有去听一寡 YouTube， 嘛有一寡替有影响去，就是讲，亲像讲，我看即个公主性，又讲着讲，即个香港呢，伊就是无去为民族去拍民主自决香港自决去拍拼过拢无，拢是讲过好，家己的生活过好，去买厝啊，去印一个好的石头，去趁搁较济钱。伊嘛袂想着讲，安尼毋对啊！若讲英国这其实这个未来大家拢是知影的啊。英国有可能就99档尔，后尾啊可能就中国会来甲香港接收，这大家拢看会着。毋过咧，迄时阵拢无人出来去计划讲咱要安怎？是讲台湾嘛是安尼，就是讲日本人离开了无去殖民台湾的时阵，嘛无人讲开始讲咱来行家己的路，就是讲行家己的路即种想法若讲以早无想，有一天这代志就会来找你。你若不爱插政治，想讲甲家己过好势，这代志一个拖，两个拖，尾后这个政治就会来找家己。像香港安尼啊，因无人，伊嘛想讲我无补政治嘛，无捌政治，毋过哪会讲啥物话，拢有问题。即摆变做讲，若无爱中国共产党，嘛出问题。这政治就会来找你，就是讲，有时阵这个民主自由是当然爱流血流汗。若讲这个成败啊，无安尼奋斗，安尼就变做拢无人去做。有一天嘛是爱，嘛是讲国不理中嘛是爱做总是爱有人去
争取，爱有人去流血流汗，因为有一寡代志，毋是讲天顶就会落落来，是为安怎咧？就是讲人类的欲望啊，若讲会当讲，会甲你管甲死死吼，会当甲你，会就若亲像讲一个家庭，若讲有人讲啊，拍布拍甲遐济啊重，啊毋过就是即个布呢，就是一直互翁拍，拢无讲家己徛起，家己来来去抗争，拢无做即项代志，就变讲这翁嘛袂讲有一天突然想好开，因为这就是人的一个天性我会当有的人遐乖，遐听我的话，我安怎做拢无啥物代价，当然我就继续安尼做。爱互我突然间转性转一个个性换一个人，这是无简单的代志。然后讲，这中国这地土地安尼，遐济皇帝安尼，遐济统治者，啊！你讲即马若讲，有人讲，伫遐做王，伊嘛无可能讲我来做一寡民主大家拢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主我有足侪竞争的对手，这无简单啦。就若亲像咱若伫咧公司，变做讲我若因为待诚久变做有一个权势的人我就袂想讲，即马咱就用实况实况就是讲顶时讲的话无嘛毋是讲顶时讲的就算话就是伊的权利是分互大家，这真正无简单啊！大家拢惯势啊，讲以前我就做啥创啥拢，大家拢会尊重。我哪有需要改变？若讲无其他的外来的即个压力，真正嘛袂变。所以讲，有一寡代志是爱去投资，爱去奋斗。这若亲像我今仔日伫学台语共款，就是讲进步真正较慢嘛有听先生讲，这家教的先生讲有一个外国人、外国的学生伊是做教册、教英文的。伊就学甲足厉害，而且嘛足认真外国人学台语，颠倒学甲写叫这嘛是有可能。若讲家己台湾人有可能学一个台语学甲哩哩啦啦这嘛无法度这就是毋过这就是一个过程，讲拄讲台语的时阵，别人讲哪会啊奇怪，哪会替人问啊？有较无客气的，讲你莫讲啊，你讲啊无啥好势啊，无就讲我听无，拢会拄开始拢会安尼。我嘛是，就亲像讲，若今仔日有一个伫香港有一个人想要。互大家有一个意识，讲这香港未来爱安怎行？是毋是爱建立家己的国家，有家己的政党安怎？当然，伊拄开始，伊安尼做，大家就会想讲，你咧创啥？莫讲政治，会替大家庇守，是拢会，这就是。做万项代志，拢是有一个拄开始，拢有一个使人
讲哪会遐恶做哦，哪会大家无支持哦？想讲，若讲母语学母语是一件真好诶代志啊！哪会讲身躯边诶人拢是用即种角度哦，拢是阻挡哦，拢是安怎？当然，就是万项代志，你若拄头起身吼去做，拢无人要伊诶时阵去做，当然就会拄着即种阻挡，吼，即种互人放弃，这就是一个过程。我想讲就是安尼。毋过吼，做任何代志拢会有无共款的意义，是讲拄开始，即个教会人吼来台湾传教，伊就甲台湾迄个时阵，逐家讲台湾话，家记落来哦。啊无就是日本人嘛，拄来遮，要管台湾的时阵，嘛是安尼哦，会出版一寡册吼，迄当时去做即项代志，大家就想讲，遐无聊，这台湾话谁袂晓讲？啊，这记录这要创啥？哦，当然，我相信讲，大家迄时阵看无，拢想讲无意义。就若亲像讲，我即摆做诶代志，嘛有可能大家想讲，嘛无欠你一个人伫讲台语，啊无就是，我想讲伫思想思想诶进步，啊当然大家看到诶拢是讲想遐济创啥，无意义，拢会安尼想。毋过吼，伊诶效果，抑是伊诶意义，我相信是有。现此时看袂出来，这拢足正常诶。啊无就是讲，别人来做，可能介轻松，比我搁较有优势，这嘛有可能。当然，我家己嘛有家己诶优势，就是讲，即摆就想要使用台语，就袂去想遐济，无啥物形象诶问题，就是尽量讲生活中会当加讲，加听当然是听广播电台，加讲就是甲一寡华语人讲，话会嘛用台语甲我讲，当然就是甲我诶程度差不多爱找着比我搁较好诶困难，毋过比我搁较好诶，就要甲我讲华语，即落奇怪现象其实这嘛不要紧啊，这嘛游玩是一个过程，就若亲像讲今仔日觉悟即件代志，有诶人真早就觉悟，毋过身躯边诶人拢想讲会袂谅解、袂理解，无得悟得教，无迄个得教先得教，先有得教诶人是较孤单诶。毋过有诶人伤慢啊，像讲即摆香港游玩有一寡人想讲无差啦，政治我嘛无补政治，啥物人来管拢无差。有一工伊发现讲，我诶网络哪会去 YouTube 嘛袂当，去台拢袂当，去看啥物新闻出现问题，讲英文竟然嘛变足见效诶代志。迄时阵伊较有即个知觉真正就伤慢啊。就若亲像讲，即个母语嘛共款，即摆嘛真侪人无晓无紧，想讲这哪有啥物重要？讲话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听有就好啊。哪有需要讲
挑剔吼，遐挑工，遐无自然，特别使用什物语言来讲，而且台语嘛无好用啊，这当然，这就变做讲，大家拢无要伊，无去，互这个语言无使用，搁翻过头吼，去甲伊嫌，这嘛无啥，这嘛是一个人类做自然的一个反应。毋过咧，我爱做一个会当看清楚即个趋势吼，看清楚即个趋势的人，就有亲像迄 YouTube 公主信共款伊足早就知影讲爱紧落跑，足早就知影讲爱阿婆人讲，伊阁会当刻意讲看会出来，即个角色，伊的眼光，阁即摆阁靠这来趁钱，做伊想要做的代志，讲伊想要讲的话，阁会当趁着钱，实现伊想要过的生活。就是讲，毋是逐工伫遐上班下班，有诚侪时间会当伫咧厝呢，陪囡仔，陪厝内的人，当然伊是，拄啊好有即个，拄啊好运，就是较顺利。当然嘛有人会有一寡失甲查无遐顺，每一个人的，拄着的代志无共，就若亲像讲即个，马文伊嘛是伫咧公司台语台，嘛拄啊好台语讲啊真好真老，而且嘛对吹杀台语的复兴，伊足有理想，拄啊好啊，伊嘛伫咧做伊想要做的代志，阁拄啊好嘛是工课上需要的，当然有个人会拄啊好，拄啊好有即种安排。毋过咧，其实对我来讲嘛会使啦，就毋是讲足惨的吼。我嘛是有时间会当去上一寡台语课，而且嘛工课一段时间有几档啊，会变做讲会当，有一寡，有一寡欠一寡钱会当支持台语的出版品啊，阁有上一寡课拢做会到若讲我拄毕业，就真正无法度去思考什物母语、什物语，就算会去思考嘛，无可能讲，无可能讲去开钱啦就是讲，甲人比，我嘛毋是上惨的，当然嘛毋是讲上有优势，毋过无需要安尼比，安尼比较实在是，就是讲家己去限制家己的思想的一个现象。我即摆爱看讲我会当做啥物代志，是讲，我除了讲用语音用话来讲台语的日记以外这就是增加互我有使用台语的机会这都，而且我嘛做会到毋免讲，若讲你要找一个人来对谈就是爱有即个对象。这对象目前还袂出现，就是一个足固定，而且伊嘛做帮会当找一个人斗阵讲台语的人，这奇怪，这就学找，嘛不要紧就讲
读册会是诚济哦，颠倒讲无啥物时间会当好好啊参加。哦，听台语吼无欠，哦，就是有会当定定使用台语即个机会，实在是较欠缺。毋过吼嘛是家己会当去做一寡改善吼。若亲像我即马伫家己对家己讲台语啊，写台语的日记，这嘛是未来会当做的一个方向。就是讲，即马有去上台文班，会当写台文。就是爱运用吼，今仔日因为爱写即个台文，就会想讲较有印象，讲即个会当运用哦。我即马听到的扣一寡词，拢会当使用，而且爱安怎使用。若拢无运用吼，就若亲像学英文共款，学日文。就是甲上课的物件拢记伫头壳内底。毋过你嘛无去使用，无啥物机会使用日文吼。佮写日文批嘛无即个需求。有可能讲去看即个日文的字幕，这是有可能吼。就是讲爱去。有一寡机会是家己爱创作的，爱开创的，真正就是安尼。袂当像进前我拢伫怨叹别人，想讲哪会即个环境变安尼，哪会大家想法甲我无共款，安怎搁安怎？去想这就无较蛇，无法度去改变别人的观念。毋过我会当调整家己莫讲啥物物件拢想要爱，足贪心的想讲上好伫公司捡着啥物机会安尼就毋免安怎拍拼就替人拍鋪仔学落，搁变做一个有啥物主管的即个位啊，位就是毋免去想这种，就是搁放袂落，就是代表讲啥物拢想要爱，就是真正无看互开，看互清楚。过来就是讲，即马就是会使互家己一寡功课若讲看白话字爱加看，即马嘛是看足少的。搁有讲加写是有，因为有台文班，毋过看真正嘛看甲足含慢的，搁无够。就是靠看甲写去，互我会当使用。因为你若要找讲啊、听会当讲有时阵就爱有对象，毋过看甲写这就靠家己，这都毋免去烦恼。搁有讲今仔日。去上家教的课，嘛有发现讲，家己实在是变调遐较无去连续变调，无去，就是学这较含慢，对调的物件，就若亲像当初是去学英文共款，迄个声调补甲实在是，无法度。即马学台语嘛。拄着共款的问题，就是讲，即个变调爱知影讲安怎变调，连续变调，万项代志。这就是爱讲互惯势，这甲看甲听无共款。这是讲，讲就是爱加讲上
是讲若讲伫即个家教的课就是真好的机会因为我会甲即个家教的先生对谈，而且伊会甲我改进，甲进前这白甲我改进，安尼就无共无专业。我嘛是会使趁即个机会，知影讲家己讲话变调的问题，而且即马伫学家教的课嘛是爱开始要伊讲即个变调，爱去惯势，就是就算讲无法度甲亲像讲自细汉就食讲台语的人甲因比拼因即个台语的腔口就是足自然的。即就若亲像美国人自细汉就讲英文有人搁安怎学，可能就是有差，听会出来。这嘛不要紧啦，实在是因为这台语嘛毋是讲干若有讲搁有看、写，对无？足食讲的人伊可能就无爱写台文。我若讲较袂好势即个变调安怎听，就安怎就安怎白惯势。毋过我若写即个嘛有意义，而且若写的人无济，我足食写。对这是有意义的。即马当然看袂出来，就若亲像讲当初时，咱就想讲，即个台湾人有一寡人去舞即个政治，去拼拼啥物，会当去有政党拼啥物会当去选举，拼这要创啥？谁做毋是拢共款？咱无要伊，无要无紧。即马较知影讲这实在足要紧。若大家迄当阵拢无要无紧，即马毋是拢无法度有会当讲去投票就是爱要伊一寡代志，这以后较袂后悔。若无要无紧的人愈济，拢无一两个有即个资格的，安尼当然就是嘛无人会去编一寡啥物台湾话的册画报因为大家拢无要无紧，就是爱有一寡要伊的人有因的存在。有可能伊成功失败足好讲的，当初是即个传教的人去甲台湾话去编作册，这是成功也是失败无毋过即摆的人当然就是足感谢的讲你做的代志有意义，有可能是也无就是巴克勒伊去发明即个白话字。即摆的人有人就是想讲加较载有意义其实大家做的代志拢会有意义。咱即摆看袂出来，就若亲像我即摆写册写小说我写甲足用心，毋过无人看，我就想讲无意义这写心酸的。毋过你哪会知影讲真正无意义？是现处是我看袂到的。对，因为咱若眼界拢是足短拢看眼前一切拢是毋免去想的啥物历史文化、语言政策搁有思想这拢无意义。若看眼前的话，毋过若讲咱会知影讲有一寡代志是像讲火箭共款，去一拍火
伊有法度讲，伊可能是第一拍火，伊有可能传互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就算伊无传落去，毋过伊就是有即个有光会当照，互别人的路看到眼前的路。其实是有意义的，无意义是因为咱看到面头前的路要安怎行，咱看到家己的骹步，就是咱，就是敢若看到眼前的骹步尔。咱看袂着，咱行的每一步，咱行的路拢是一个运作，就是若你伫足悬的所在，悬山去看下边，这是一幅图啊！你会使看到讲遮有人为遐行，遐有人为遐行，遮有人觉醒，遮有人有智觉。有真正爱伫遐徛真久，而且徛足悬，较看会捌。我即摆嘛毋免要伊讲我即摆讲这可能无解有台语开，无够水开。这拢是一个过程，对。毋免想讲即摆讲无好势，就无意义，就无爱讲。若安尼话，我相信阮若听着一寡较少年款的少年囡仔去讲台语，讲甲华语化严重，讲甲无介好势，无就是会转华语。我嘛袂想讲安怎无爱听做反感。我想讲，我就袂安尼啊。因为这对外界的这个反应，是因为家己心内的想法的反射，是一个行安尼。相信讲我会当观察，是毋是我搁就若亲像以早听广播电台，若听着讲搁咧讲药仔，就会讲这拢广告，即摆拢会使罔听。即摆是听讲唱歌，即个广播人员唱歌是被动字。即摆是歌是无法度，毋过白药仔我会当接受啊。而且有人若讲两个人主持，其中边仔迄个人台语是无介好势，我嘛会当渐渐接受，讲不要紧，我著听的就好啊。就是若讲我的心愈来愈宽，愈来愈知影讲我即摆做的是有意义的，愈来愈有信心。安尼的话，我就袂讲看啥物代志拢，这反应拢做情绪上的反应，就是拢做袂爽的就袂安尼啊。这就会使反映我即摆心内会进步到倒位去。就若亲像有啥物查某的业务离已经死头路啊，伊就是对我足无满意，对我安尼歹凊气，这嘛会当反映伊的心内。伊若是一个足有自信的人，伊就毋免要伊讲，要伊我做的人，伊若遐要伊嘛是介可能啊，是无？就是我是爱家己同情，毋是讲足惊的，讲这人莫出现，这人是安怎？其实我换一个角度，这个处女座这个查甫的同事，嘛是旧同事嘛离开啊，搁有一个这个业务查某的业务，因两个拢
对我诶态度吼是拢足歹摕诶。毋过以早是一直想无，想讲我哪会安尼啦？哪会遐无缘，遐无缘遐无缘缘分吼，遐无缘分。是一种足可惜、足拍算即个心内想诶拢是即种。即摆想想会讲，哪会遐可怜？对我这个人嘛爱扣分遐久，这是一种可怜。伊真正心肝头，真正无放家己线啦。我即摆换即个角度，我就知影讲，我嘛爱放家己线啦。是讲，进前我嘛做要伊讲一个写小说诶人，我甲伊讲做爱伊内底写诶，伊册内底一个歹人我颠倒我有同情伊诶心情。毋过迄个人气噗噗，阁甲我封锁，阁叫我回失咧。其实，就变做讲，伊无法度，因为伊惊吓变做伊无法度讲，无法度搁入去另外一个站处，另外一站就是讲，写小说莫写表面的代志。有时阵伊就是伊会当写的，其实是别种，就是讲，伊甲即个恶人即个歹人安排甲，互我有即个我有一个互我有一种一种思想的通透，我就知影即个歹人，我想要知影即个人，表示讲伊其实有一个人甲伊点路就是讲伊有阁有另外一站伊会当看会到的。是讲因为若写册一直写，定定是无法度看到家己另外一站，家己看袂到。毋过若边仔的人爱看会到的嘛无简单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会替写册的作者牵咧行的。变讲嘛，值得同情，因为伊可能以后写册拢是做固定的模式，伊就无法度讲去有新的一站的一种发挥做有才情，毋过就较拍算若是我嘛是会当想到遮。若以后别人互我一寡指教有一寡意见甲我无共款讲讲我写的主角因无感觉，毋知影伫咧想啥就是即种意见，我都袂遐无，就是讲这就是讲我写的物件无价值，我就袂安尼想，就是讲我若会当去去转换以早我就做要伊讲哪会好心跳雷针。若有一天我想会开，以后我嘛毋免惊讲有人甲我批评，有人的想法甲我无共。即摆当然大家问题就是足惊讲有的人想法甲家己无共，会真艰苦。是安怎咧？就是咱着做惯势讲，咱的想法爱有大家拢赞成，咱较有一种
安全感。咱足惊家己是无互人了解、孤单的。若讲连这我拢会当知影讲代志袂当看即种方向，相信以后我是搁较坚强，搁较有一个力量，互人看着讲智慧，搁有自在，搁有自信，就是安尼。